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General 1:5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音之丧之，克配地。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是朱子和程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56页，老母娘清净经云：大无形，生于天地，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德经首母章第52篇下。又是以为天大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父守其母，莫身不在。皇母训子十戒，三戒为道，独尊我独尊